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幾個球場以外都可以做到嘅攔網相關訓練，希望可以提升到你哋嘅攔網表現。今日會有3個訓練俾大家，咁第一個訓練就係下肢訓練，等大家睇一次示範先。咁首先我哋要企上一個矮啲嘅平台，然後單腳伸出平台，重心慢慢放前，然之後個人會順勢跌落去，跌落去之後雙腳前腳掌掂地，然後配合抽手快速跳起上一個更高嘅平台，跳上去之後要坐低個人，降低重心，穩定之後就可以落返嚟。咁呢度就係一次嘅動作。咁我哋呢個下肢訓練會做6次一組，一共會做3組嘅。咁呢個練習嘅好處係可以訓練到我哋小腿筋腱嘅剛性，可以提升返我哋小腿短時間嘅爆發力。因為作為副攻喺攔對面快攻嘅時候，除咗需要反應，跳攔網嘅爆發力亦都好重要。而多數我哋去攔快攻嘅時候冇太多時間俾我哋蹲低個人，所以大髀就會較少參與發力。由此可見，提升小腿筋腱嘅剛性對於需要迅速起跳嘅副攻十分重要。咁第二個訓練就係上肢訓練。咁呢個訓練就需要用到一條幼身嘅橡筋帶同一個同伴幫手。咁首先我哋兩隻手要好似條片咁樣穿過橡筋帶，然後做出攔網嘅動作，然後同伴就會喺後邊向後拉條橡筋帶，為我哋提供阻力。咁喺拉到一定長度之後，同伴就可以喺後邊任意咁喐條帶，上下左右都可以。咁前面嘅人就一直要維持住攔網嘅動作，保持上肢嘅穩定，盡量唔好俾橡筋帶拉走。咁呢個訓練可以通過同伴企嘅位置前後，同埋佢喐橡筋帶嘅頻率去控制強度。咁呢個訓練就可以提升我哋攔網時候手臂、膊頭甚至成個核心嘅穩定性。咁呢個上肢訓練就20秒為一組，咁我哋一共都係做3組嘅。第3個訓練就係核心訓練。呢個訓練需要用到一個藥球同一位同伴嘅幫手。咁首先我哋要平瞓喺地下，然之後腳同手都要離地，之後我哋嘅頭同軀幹，亦即係背脊、腰同 pat pat 可以掂住地下。核心肌肉保持發力，維持住一個等長收縮嘅狀態，手要舉高過頭，模擬瞓低咗嘅攔網動作。咁同伴就會喺我哋手嘅正上空拎住一粒藥球，然後同伴會喺離手掌大概50cm 高嘅地方放開粒藥球，等粒藥球跌落嚟。咁等粒藥球跌到落我哋隻手嘅時候就接住佢。咁我哋喺呢個角度再睇下啦。咁呢條影片只係示範啦，所以個藥球就冇拎到咁高。大家做練習嘅時候記得拎翻高個藥球啊。咁記住啦，我哋全程都要保持核心穩定，隻腳要保持離地。咁接住跌落嚟嘅藥球就模擬住我哋喺空中攔網掂到波嘅時候，同樣都係要保持自身嘅穩定性嘅。咁呢個練習就做3組，每組8下。希望呢啲練習可以提升大家嘅攔網表現啦。